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1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一直关心族群主流化议员古木合作，这摆钟义顺在处要求市府各局处伫政策推动加建设过程，思考如何用力族群的特色，在参照眼空总图书馆的嘉义县著名的图书册刊加相关的意向，希望一步一步来落实。议员古木合作伫钟义顺对都市县住民发展条例草案来思考谈市县住民政策发展。伊讲条例第6条明文规定，爱设立县住民调解委员。根据了解，现况中西区甲永康早就有2名委员。不过，议员表达痛心的是，这2名委员除了有文化背景、有法律的专业，但一直以来跨区服务并无受尊重。敢若只是翻译陪同，毋是主要的调解者。强烈要求市府设立办法来保障彼此的权益。全部有多少调解委员？总共有台南市有300多位。好，300多位，我们只有2席，是宝贵的2席。是。然后这2席呢，要服务全部台南的原住民。是。他要跑区。是。因为我们的规范是什么？就是中西区就是中西区的调解委员，永康就是永康的调解委员，大家都有各自的权利归属，然后都有自己的各自生态。然后当我们原住民有争取到自己的调解委员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来抢席次的，感觉上我们是边缘人。它执行面来讲，出现了您刚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包括所谓的席次排挤，包括所谓的这个调解的时候被排挤，包括所谓的他的并不是主要调，他只是陪同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来针对这些问题来改善。初步我想到了可以改善的方式，是把这2席原住民级的调解委员独立出来，不要跟其他的调解委员所谓的附属在中西区。或是附属在永康区，局长，我就想要把它做，比如说，按照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我们不可能每一区都有原住民的席次。对啊，这个我可以体会，那你让我把话讲完。所以我们有2个代表，他必须跑区。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呢，即便他是挂在中西区，他跑到新营去调解，我也希望新营当地的调解委员、区公所能够充分尊重。他是专业的。对了，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干脆就不用所谓的跨区不跨区，就把这2席我们修改我们的办法，成为就像原民会全市市长，这就是我要讲的。而且它是独立的。我们的问题就是一直没有设立，它不是那个占名额，或者它也不是陪同的，它就直接去调解。所以这个就。议员表示，不管是原住民、客家等弱势族群的需求，伫族群推动委员会督促，进一步要求市府各局处所属的相关建设，伫主流社会当中，一定要用力族群的想法甲亮点的特色，并透过教育手段来感动社会，将原住民政策落实。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每一当警察所用的汽机车到一定的年限甲公里数都需要汰换，不过议员陈秋平强调，既然报废就是无好使用，乃市府各局处个继续接收。议员卡伫员工的安全以及无符合成本等理由，要求市府对今年开始停止这项做法。要站市府的部长别员工。全民运动完16议员陈秋平一开始即阵以市长以便利预算来支持永康设立全民运动馆议案，也特别制作市民肯定影片公开播送，希望市长任内会当早一天完工。
即面对市警局的巡逻汽车负荷7吨125000公里，就需要汰换。不过议员质疑的是，会当换掉的，各个市府各局处各接收来使用。以水利局为例，107年提拨10台，结果开支笔钱保养维修以后，无偌久个报废8台，所以认为根本无符合成本，要求该报废就报废。和那个效益、成本效益的话，你接这车要创啊，你接来加开的啊，你还要烤漆啊，你还要维修啊，你还要保养啊，你搁要补水啊，结果接来拢袂当用。如果我们的员工哪讲开要抛锚，当然生命安全够顾得好啦，这个还是事小啦，心唔是加落去的咱基本上咱市政府的市务所无遐尼啊欠嘛，我们却要移拨给我们的公部门这些员工来使用。议员讲的很有道理啊，那我们会针对这个汰换的一个标准这个方法呢，来研究改进啊。怎么研究改进？我给小英，就是把新的拨给一般的行政机关嘛，我们以后就没有这个淘汰车再转到。你的意思是说，淘汰移拨这个政策会在此终止，是不是？会终止。在今年度终止，111年度的拢无搁看到啊。这个方法我们会来修改。是不是安尼？你是不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是的。OK， 如果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给予肯定啦。好，你请坐。议员陈秋平去年总质询就针对大城长城长期的恶臭污染，要求清厂先互因空一个好空气。不过根据了解，因为该厂清刷的规划进度拢免经过市府审查，议员除了质疑厂商根本在糊弄市府。连带影响永康火车站北区产业专区的市地中划，所以强烈要求市府明定清厂的时程，而且也要清厂进程暂缓中划。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欢乐歌店大家里的面体伫雨季过程会接受土石流危险，所以议员陈秋红上午总质询要求市府尽速协调农委会甲国有财产署等相关单位，伫30米的护花来施作动土墙。议员陈秋红伫总质询以歌店大家里大井8号面体，因为顶面的农路排水流入去国有地边坡以后，造成土石会随着雨水流入去面体，造成民众真大危险甲困扰。因为民众申请设立动土墙的位置是树林帮社后壁面，议员认为农委会水保局甲国有财产署相关单位一直拖，甚至爱民众家己开钱，所以积极向市长请兵，要求雨季来临进前尽速协助完成。耕作的人也是叫地主，而且使用的人爱家己开钱去做这个动土墙。那么我想这有做侪无合理的所在啦，因为毕竟这个土地这个地嘛不是人私人的，是咱政府的。那么政府、咱公家机关的土地、政府的土地放喺咱的厝内，我想咱一定有责任啦甲伊做好势，莫去妨碍到人的厝内。那基本上呢，这个部分呢，有关它的一个80米的一个护岸的，30米的一个护岸的部分现在那个国有财产署已经愿意去提送相关的资料给水保局，那水保局呢也愿意来协助这个部分的一个护岸的一个施设。那当然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说它的一个边坡上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的部分那个水保局也是希望说那这个部分呢，希望那个地主能在这个有关上面种植的农作物能做一些简易的清理，不要避免说我们工程施工中对它造成的一个损坏会中议员陈秋红嘛关心麻豆高中甲下营文小运动公园的跑道整建，要求教育局尽速审查，争取中央计划经费。另外，今年因为瓜田区的林家开花数量无好，嘛要求市府争取补助有机肥料，并且协助农民改善生产环境甲水质。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
受疫情冲击，经济部为了振兴公有市场，提出相关的纾困方案。对此，市府嘛积极向中央申请重现西市场号码补助。配合一部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南下关心，会长嘛答应5800多万的补助款。行政院长苏贞昌配合下午，伫个经济部长王美花、立委陈廷辉、甲市长黄伟泰等人的陪同，南下视察西市场古迹项目重现规划办理进行。透过文化甲经济发展局的简报，为了完整呈现西市场的过去风华。虽然古迹的修复已经完成，不过周边的街廓整建大约需要5000万，希望争取中央的补助。由于106年的时候，这个市场要改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市府承诺了，说他们先暂时搬离，让市府把这个改建做好，做完之后他们再搬回来。所以说文资委员会文化资产委员会也做了一些调整包括部位的部分。那后续由于这个市场必须是个，就是说因为已经有做承诺，它必须是个活的市场，所以后续有一些消防设施我们要再做，还有刚刚我们文化局跟市场处跟院长跟各位长官报告的我们的那个这个后续的工程大概5800多万，那我们一定会努力来把这个做好，中央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对于局处长完成的报告需要5000万，到市长最后确定要5800多万。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不管偌济，最后拢答应。不过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主题会爱管理又好。经济部长头家甲做，讲拢总爱5000万，不是小我钱呢5000万，我刚刚听，讲咱比5890万，都加出来。不过不要紧啦，若要互你就讲互你啦。市政府甲咱这主题会拢是老前辈这共个所在也要做好起来。我甲咱拜托一下，硬体起好啊，场面整理好啊，即摆以后伫遮拜托，互伊整齐有水准，互伊干净，人安尼看，讲台南有哪经营起来做一个款。透过中央甲地方的合作，目前西市场的主建物古迹修复已经伫今年的4月完成，未来争取5800多万，将改善国华街、侧边摊位市场铁图重建，以及周边街道的整建，希望会用个如期伫民国111年的年底进行来完工启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中华艺术科技大学7号上午举办创校53周年校庆，校长孙义民特别颁发杰出校友证书给各位当选人。另外，典礼上，董事长陈启水嘛代表董事会宣布明年教职员调薪4%的好消息。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创校53周年的校庆典礼，7号上午伫该校演艺厅来举行，包括立委王定宇。全国校友会会长、家长会以及前校长林素宏、曾信超，各级的民意代表拢前来祝贺。校长孙义民致辞时，除了欢迎各界贵宾的莅临，另外嘛分享学校办校的成果。53岁的中华医大，在扎实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我们的努力，相信各界有目共睹。从早期的筚路蓝缕，到如今拥有12栋校舍、3个学院、19个系科，这是校务发展最好的证明。再来，我还是要谈谈我们学校学生的表现。
我们的软实力。本校毕业生强化他的实务技能，缩短学用落差，毕业生就业率高居全国第5，台南市第1。我们为了让学生有多元的发展，具备斜杠专长，我们独步全国，全面开放双主修，学生有意愿、用功努力学习，就可以取得2张不同学系的毕业证书。另外，在我们主推的国家考试方面，我们也培育了很多表现亮眼的明星学生。就因为学校办校的绩效好，中华医大董事长郑启瑞嘛代表董事会来宣布，响应政府的政策，每年全体教职人员将调薪4%的好消息。在各位的加持和指导之下，华医希望更能茁壮。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招生都有遇到一些困难。校长讲，我们算是持股多一点点，这都是我们全体老师的功劳。那这个礼拜3的董事会，我们已经决议跟着我们国家的加薪4%。伫个庆祝会中，学校嘛特别颁发110年杰出的校友当选证书，总共有9位得主，以及3位年轻的新秀，分别得到华医之光甲华医新锐讲座肯定。另外，现场嘛分别颁发服务满30档、20档甲10档的教职人员感谢状。其中，为了让经济弱势的家庭学生会用的安心来就学，学校嘛设置了弱势助学的基金。现场嘛有受助的学生代表向社会大众的捐款人来献花感谢，场面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总校卖力58档的自由工商，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前台南市消局长吴明峰、台南市游览车工会理事长苏长洲，以及前教育局大学吴公明等人，拢是杰出校友。所以12月5号，该校将举办校友回来后头厝，做回来欢喜庆团圆。自由工商校长陈硕丁、甲校友会理事长吴成田、副理事长周元良，等咧加紧讨论，要如何和12月5日回来到母校的校友，一个温馨难忘的团圆日。除了会当和真久无看的老朋友互相联络感情，嘛会当回来学校看卖学校的教学成果。慈幼是一个老师有爱、学生有情的地方，所以呢，在58年来造就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精英，现在在社会上也做出各个不同的奉献和负起社会的责任。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面，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回来慈幼。目前慈幼有资讯科、电机科、汽车科以及烘焙科。在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秉持着培育青年学习一技之长，除了教育他们基础课程之外，我们也结合了科大以及产业。在汽车跟电机方面，我们也发展所谓的能源车辆、电动车以及机器手臂。在资讯以及烘焙科的部分，我们也结合了 IoT 的物联网以及前进电商的课程，培育我们的青年，希望他们一样可以进入到社会服务。为了这次的团圆，校友会是特别安排了亲子项目、歌唱联欢活动，欢迎校友带着亲人做伙回来到母校团圆。慈幼第8届校友会校友大会于12月5号中午11点报到。举办校友会的校友大会及亲子的烤肉活动，欢迎所有的慈幼人能够回校区走走，看看母校跟同学一起聚会寻求以往的回忆与片段的记录。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校友能够一起跟我们一起同乐。自由工商校友联欢活动将伫咧12月5日登场，学校甲校友会热情欢迎校友回来看卖，做伙怀念过去伫学校的欢乐时光。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大安东百货举办第13届募款运动的活动，今年再主要请消费者甲爱心人士做伙响应，希望伫12月2号进前，顺利为台南市9间偏乡的学生筹募150箱的运动鞋，以作为圣诞礼物。好吧，我们一起向前走。升中期的囡仔因为长咧发育，而且好动，鞋仔相对来讲是真大的消耗品。不过，对着关怀家庭，要新的鞋仔可能会造成袂少负担压力。为了帮助偏乡学校学生有新鞋仔通好穿，会当进行运动，台南大湾北连续13档举办公益募鞋活动，希望作为圣诞节礼物送予这上进的好囡仔。在圣诞节前夕，台南大圆柏举办第13届的“爸爸，我们一起向前冲”这个募鞋的活动。那我们邀请我们的客人还有善心人士一起来参与这项的公益活动。我们希望在12月2号以前为台南市的9所偏乡的国小学童募集到150双的运动鞋，那作为他们的圣诞节礼物。会当收到这运动鞋当作礼物，也予7个国小的小朋友拢非常的欢喜，向台南大湾北表示感谢。谢谢大圆柏公司捐助的鞋子，让我可以跑得更快。谢谢大圆柏捐给我们这些鞋子，让我们有新的鞋子可以穿。非常感谢台南大圆柏公司这次圣诞募鞋活动那照顾偏乡的孩子让偏乡孩子呢在物资这边没有缺乏让能够安心上学。那也感谢这些善心人士对这些偏乡孩子的一个照顾，谢谢。第13届跑吧，我们一起向前冲公益募鞋活动，目前已经募到75箱运动鞋，距离150箱的目标，还剩一半左右。台南大湾北呼吁爱心民众做伙响应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希望会当予7个国小、文山国小、北门国小、科寮国小、仁爱国小、建功国小、嘉义国小、大门国小、树林国小等9所国小的偏乡学童一个温馨的圣诞礼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已经办理第10档的西拉雅文化节，今年结合族群音乐会、现场舞蹈、美食、手作体验，也个邀请这位知名的原住民歌手现场演唱，所以欢迎市民11月13号甲11月20号2天前往参加。由口笔实小以及吉贝耍国小演唱的原住民歌谣，为西拉雅文化节甲族群音乐会活动记者会揭开序幕。今年的文化节活动分别是11月13以及11月22天，伫新华林场大草园以及市府头前西拉雅广场热烈展开。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族群，它要能够一直繁衍下去、绵延下去，语言文化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要学习一个语言或能够必须要使用它。那使用它的最多的方式就是靠歌曲。我们看到很多人要学英文，都是先从唱英文歌开始。有些人唱英文歌唱熟了，才开始了解但里面的单字，慢慢了解这个意义。英文如此，汉文也是一样，原住民言语，我想语文也是一样。那我们很乐于见到我们原民会跟我们所有的族群一起合作对于西拉雅文化节以及我们这个族群音乐会的一个推动。今年活动有西拉雅族以及原住民艺文展演、延伸扎哈姆音乐节概念的族群音乐会，邀请到伊利高路、达卡闹、高伟勋、茅草屋乐团、欧尼尼西拉雅族音乐团、大满舞团等知名歌手以及团体演出。另外，还有特色文化以及美食市集、手作体验等精彩活动。台南市政府欢迎大家做伙来佚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8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